上咗年紀頭暈唔清醒，既好一個簡單實用嘅藥，唔使花好多錢去醫嘅，學識咗慳翻唔少，知道嘅醫生都用緊。呢個藥咧就係先天麻膠囊。依家好多人咧過咗40-50歲之後咧，覺得每日咧腦袋昏昏沉沉，冇以前咁清醒啦，腦袋咧好似被蒙上一層霧咁啊！尤其朝早起身，天旋地轉，企都企唔穩，而且咧會出現睇嘢睇唔清，或者眼前偶然間發黑等表現。如果你都係呢種情況，就好可能係肝陽上擾啦。因為上咗年紀之後，肝腎之陰咧就會逐漸虧虛，就會出現咧肝陽偏盛，卒之咧就會出現咧頭暈眼花、失眠多夢、容易發脾氣等肝陽上擾嘅表現。呢個時候咧，記住上面呢個先天麻膠囊就可以啦。佢咧主要成分係天麻，具有平降肝陽、祛風止痛嘅功效。好似肝陽上擾引起嘅頭暈腦脹、行路唔穩、失眠多夢，都可以用佢嚟調理嘅。你學識未啊？